做法事嘅時候着紫袍，意思係嗱，呢壇法事你安排你嚟搞，明我意思未？但一般都唔着紫袍去做嘅，就會着乜嘢咧？着紅袍。着紅袍意思係呢場法事係你為主，而且呢場法事咧係喜慶嘅法事，比如話催財啊、結婚啊、祈福啊，奇哩怪啦呢啲。係咁，仲有着灰色、黑色或者白色嘅袍都有嘅。咁呢啲袍咧係做白事嘅，比如話做超度啊、奇哩怪啦呢啲嘢咧就着呢種顏色嘅袍。咁仲有黃色啊、藍色啊呢啲咧就係打雜嘅，即係等於我着咗紅色嘅袍喺前邊做嘢，咁我後邊一排人咧就會着黃色啊或者藍色嘅袍啊，即係嗰啲係當打雜嘅，一齊唱經嘅，明我意思未？啊，咁仲有啲吹拉彈唱嗰啲啊，維護秩序嗰啲咧就着呢啲衫都得噶啦。明白啦嚇。冇多種顏色喎，就係咁多咯。其實我自己買一係紫色，一係紅色，一係灰色，就呢三樣啦。白色白色就都唔買嘅，都着得少，都着得少，好容易污糟嘅。因為呢啲道袍咧，你掛喺度咧，好快就污糟噶。平時見你着多都係紫色多，着唔到啊啫。我自己有道觀咪可以咯，我有㗎，好細一間㗎。視頻中邀請到許羅業道長，係江西龍虎山天師一脈65代道長李大人嘅嫡傳弟子，現職無為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協會2025屆協會成員，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宮殿碧雲殿常駐道長，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龍王廟常駐道長，亦受邀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慈山寺2025年元旦蓮花燈叩神法會道長代表。許羅業老師長期致力於傳播道教文化，喺道教法術、奇門遁甲同風水等領域有獨樹一幟嘅技術同技巧。許羅業道長向港澳台甚至海外人士廣泛招生，如想進一步了解，請聯繫我哋。